高空咖啡馆就是饭店伫10楼悬的户外，会当一面啉咖啡，可以当一面欣赏安平港水花美景环境。主要是台南唯一的高空户外咖啡厅。今年伊嘛独家甲奥地利维也纳100年的第一品牌小红帽咖啡合作，18号正式举办发表会，包括观光旅局长以及侪产学界贵宾拢特别到场见证。要分享优雅的空间，搭配好咖啡，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风格。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对咖啡很敏感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喝起来胃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这个咖啡我觉得刚才喝起来我觉得很温顺，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口感很滑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外面的不太一样。会觉得有美食，然后咖啡，然后配上美景，特别的心旷神怡。然后座位也是很舒服，就是有沙发区，然后整个都很有质感。民众去奥地利旅游啊，都会带他们的咖啡当做伴手礼。那我们就引进来，在台南安平雅乐轩酒店提供供应。口味一模一样之余呢，我们的地理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可以在这边享用很好的咖啡，看到很好的风景，视觉、味觉都是双重飨宴。随着啉咖啡的人口不断成长，商机无限，加上消费者对咖啡的风味甲品质愈来愈讲究，西饭店嘛将伫3月30号邀请拉花冠军的咖啡师甲选手培训专家施志伟教授来举办一场咖啡讲座，民众只要点一杯咖啡，就当免费参加。来享受冠军拉花咖啡的好滋味，买当饮出安心健康。透过这个品饮会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品饮咖啡，什么是好的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那咖啡的这个咖啡因含量的摄取多寡，都可以让这个消费者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品饮的方式。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